找我甲受掠的人讲，因为得偷棒哦，甲失眠的人讲，因为得着光吼来偷棒受压制的人吼。所以伫即个所在，就是伫遐咧宣告讲上帝国基督国降临的时吼所以主要伊的内容吼，拢总遐尼济节中间吼，内容伊实在是根据诗篇72篇，诗篇72篇吼。我以前甲大家讲着吼，就讲过去因为诗篇实在是太长诶吼，太长讲吼，伊落要来唱歌诶时阵吼，毋是讲遐尼会当按照迄个诗篇原来诶迄个字来唱迄个诗歌。所以拄开始诶圣诗吼，会众诶圣诗，或者韵文诗篇的押韵的韵吼，韵文诗篇吼，就是韵文诗歌。所以过去伫英国伫迄个所在，因拢开始将诗篇安尼来消化以后，甲改做安尼诗的迄款的迄个方式，就方便咱来吟诗。所以咱今仔日要唱的这是诗篇72篇吼。72篇伫即个所在是即个叫做James Montgomery 吼，即个人伊是根据伊去研读72篇了后所写的一个诗歌。你若有闲的时阵吼，你会当先开咱的圣诗搁另外一首就是142首嘛是另外一个英国的圣诗之父，伊嘛是根据诗篇72篇来写的歌词，所以142首甲今仔日这45首拢是根据诗篇72篇所写的部分。总是伫遐迄个神学的了解吼，了无啥共款，就是讲瓦茨即个人就是142篇即个瓦茨因为伊较早伊比即个Montgomery Mary 这搁较早来开始，伊真细汉时就开始写迄韵文诗篇。伫迄个拄开始咧发展迄个韵文诗篇的时阵，伊才足重视伫咧圣经的经文所以伊伫遐咧感觉讲所以伊较有迄个忠于诗篇72篇的迄个部分。伊的迄个神学的迄个观点是讲，基督的国已经临到，所以基督的临到是一个普世性的所以你会当去研究，你转去若讲有闲的人会当看142首，甲这45首142首讲上帝国已经降临啊所以咱有一个真大的迄个确信讲即个世界因为基督的降临会得到无共款的部分。伫即个今仔日的45首，伊伫遐咧，搁另外一个迄个了解是讲，上帝国还未临到，是一个预言，讲上帝若要临到的时阵，受压制的当然你着自由啦，等等啦所以伫即个所在，说咱伫咧长老教会，咱的迄个信仰的了解一个英文就讲 already but not yet。就讲 already 讲上帝圣国已经临到，已经咧进行中间，总是还未完成。所以就拄伫即两首圣诗内底伫遐来释放即款的迄个讯息45首的部分即个 Montgomery 伊就甲我是较无共款。伊读诗篇72篇了后，伊家己搁消化，家己搁用迄个诗篇内底无的字例如讲伫即个所在我甲大家看一下伫后无要紧，咱较早有看到，就讲伊遐会写着讲互土气变做阴湿，互黑暗变做光明等等，这就是伫个原来的迄个经文内底较无的。咱来唱看卖来。来，无路代彼的好的，修马有主基督。
下第二站。只待何人有安慰，求人脱离我头上，怂恿欠亏受恩惠，路边做坚强，偷窥的人通吟诗，黑暗变做光明。灵魂艰苦靠做起，主庇护因安宁。第四站，祈祷是的心经过，因愿这一作为，为因向他的大求，咱尽力中爱你。这世间将将变迁，叫做永远无变。祈祷生命大喜的，永远好人欣赏。所以弟兄就是讲，甲咱讲，上帝的国已经咧降临，伫遐咧进行中，但是还未完成，所以咱所有的基督徒有愿爱来回应，爱来欢喜意爱来参与即个圣国降临的即个时光。所以今仔日回应诗154首，救主，我亲近你，这就是伫遐，咱个圣经节就是撒母耳半暝仔听到主伫遐咧甲叫，伊就讲我伫遮，主讲我伫遮，我伫遮，这是一首咱今仔日传道所选的一条回应诗咱来听听对头到尾，因为敢若2转尔，弹一遍。来做伙来，救主我亲近你，心主心要听，我打开心听好，望你出声。第2站，救主我心有我，打救你有情，你的话是我命，天经表示你的3站，救主叫你献出你眼光的笔，感化我心跳你，坚固我的心。第4站，救主我很本心，拢无小家己，欢喜做你水用，转转归伫你。第5站，困求自在之时，你还想起等着主好意思，款待你行前。所以咱今日听了讲道了就要用这条诗歌来回应主。望这个回应嘛真侪咱礼拜了回去咱的厝，回去咱的正常的生活中间，一个做基督徒的回应。咱练习到这。
讲我是王，我为着安尼出世，为着安尼临到世间，要替真理做干净。见若属真理的人，听我的声。三角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45首，圣诗45首，请起立。即时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跌倒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上中国活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角用启应文45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45篇，至圣的问：恁有啥物人亲像我？恁举目看天，是上主，
以调集万军，算因的效业。因为伊有大气力，有大权能。雅各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以色列啊，你是安怎埋怨讲？你竟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伊袂夜嘛袂先。野心的人，伊互因有元气；少年人就会野心。毋过，我靠上主的人，会定心得到气力，因为亲像鹰鸟，天势飞悬。请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全能的爸上帝，我要为着你天地海洋美好甲奇妙的创造来献上感谢阿罗你。阮也要为着你所赏赐予阮的一切恩惠，使阮逐项生活的需要拢到遐来献上感谢。你是互人有愿望、充满恩典、怜悯、慈悲、深深疼阮的主。你伫阮犯罪的时，无刑罚阮，反倒来祝福阮。阮知你是慈悲搁怜悯的主，你爱阮做的只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你同行。当阮面对无公平的时，阮无照着你的旨意来行。主啊，求你赦免阮。阮时常以人的利益做中心，为着本身的利益做出有意无意的伤害。主啊，愿祈求你怜悯阮，带领更新阮的心思意念，帮助阮刻慕你的真理，欣慕你的话，勉励善思你的教示。教阮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拢会照我靠你。伫拄着患难的时，无失去信心，互阮更加尊叹你的命令，使阮圣神保守阮的心，赢过试炼，也帮助阮真实悔改的心，了赦阮所犯的罪，赦免阮的过犯，互阮伫逐方面拢活出真善美的性命，伫生活中最好的见证。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天父上帝，你是阮性命的源头，是阮的避难所，是患难中及时的帮助。你是互人有永生愿望的主，阮的性命是你所赏赐，求你圣灵扶持安慰，帮助即个太鲁阁号意外死伤的人甲家属，互因的心灵得到平安，互因无论处境如何，拢会得到你的保守。亲爱的爸上帝，帮助阮敬畏、感谢阿罗你，毋是干那用嘴唇，是用心神，是用实际行动。赐阮智慧，互阮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赐阮怜悯的心，甲疼惜的情，来实践你的旨意。恳求你的圣神感动阮，帮助阮刻慕你的真理，谦卑敬畏你，甲别人分享你所赏赐互阮的福气。互阮的丰盛也为诚侪别人的丰盛。军队主耶稣行过的道路，诚侪你所喜爱的囝儿。愿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愿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6章21节到29节，甲41节到43节。新约马可福音6章21节到29节，伫台语汉语本圣经46页。当着好机会的日，就是希律伫生日办桌，请遐大官、千总甲加利利尊贵的人，希律弟亲生的查某囝入去跳舞，互希律甲同道的人拢欢喜。王就甲查某囡仔讲：“见若你所爱的求我，我要互你。”搁甲伊咒詛讲：“见若你所求我的，虽然我国的一半，我也要互你。”查某囡仔出去，甲伊的老母讲：“我要求甚物？”因讲：“行洗礼约翰的头壳。”查某囡仔连边走入去见王，求讲：“我爱你将行洗礼约翰的头壳缀伫盘里，即时互我。”就大忧闷，总是为着伊所受的罪，甲有同道的人伫底，所以毋爱推辞。王即时找一个侍卫，吩咐取伊的头壳来，伊就去缸里抬伊的头，缀伊的头壳伫盘里，捧来互查某囡仔，查某囡仔就互伊的老母。约翰的学生听见，就来收伊的身尸，埋葬伫墓里。41节，耶稣摕迄5个饼、2尾鱼，向天来祝谢，8饼互学生，来摆伫众人的面前，也用2尾鱼分互众人，因拢食甲饱。捡迄5个饼碎甲鱼屑满12人，请吴玉轩传道讲道，题目是2场宴席。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顶礼拜是歌活节，咱伫顶礼拜的时阵，咱有纪念耶稣的歌活，有纪念讲耶稣伫世界顶为咱来牺牲性命。到今日，咱嘛知影讲，耶稣一定坐伫上帝的大边，伊是万国的君王，是上有权柄的人。世界的万美、万国、万族拢伫伊的手中，就亲像保罗伫腓立比书第2章第9节到第11节中所讲的。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使伊超我原名的名号。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天顶、地上、地下一切的骹头夫拢要跪拜，逐个喙拢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咱对啥？咱来对世界来宣扬讲，耶稣一定得胜啊！耶稣是这个世界的救主，是万国应该爱敬拜的、爱尊敬的独一的精神。但是啊，当咱看到这个世界发生问题的时阵，当咱看到今日伫缅甸所发生的代志的时阵，可能反对咱的人就会徛起来，问咱讲：你的上帝伫倒落？你的上帝真正有权能吗？真正有权势吗？也是有的话，为什么这个世界有遮侪邪恶？伊造成无法度处理，造成无法度互歹人拄着因应该受到的报应，无法度互好人得到因应该得到的公义。就亲像大家拢有看见，这几礼拜伫缅甸所发生的代志，迄军人的政府伫街头看到人，就直接开枪啊！足侪人死伫地上，倒伫涂骹，甚至是因军人冲入大个民众的厝内，将婴仔拖出来，直接杀死。
遮尔济小代志在发生，可能有足侪人会问讲：啊，上帝伫倒落？伊真正有主权吗？也是有诶话，为虾米伊无出来阻挡？为虾米伊无互遮个社会行为煞去？为虾米无公义诶代志一直在发生？今日咱所面对诶问题，就是一个关乎这个世界、一个权柄诶问题。什么人伫这个世界有权柄？咱感觉是上帝，但是有足侪人感觉讲，是迄足有力诶、有军队诶政府，因斗有权柄、斗有权威、斗有权势，会当来控制人诶性命，控制即个世界。因要做啥物，无人会当阻挡。所以，伫咱今日所读诶经文中，就要回应即个问题。伫今日咱所看诶经文中，有提到两个现象，一个是耶稣诶，一个是希律王诶。即两个现象有一个共款诶所在，拢是一个王，一个国王，一个做王诶人，邀请众人来参与伊诶宴席，但是共款诶所在嘛到遮尔。剩诶咱会当看到，这两个宴席完全无共款。马可伫第6章中，伊将这两个宴席摆做伙，一个伫头前，一个伫后壁，来描写互读这本册诶人看到讲，这两个宴席，一个是光明诶，一个是黑暗诶。一个是带来死亡的，一个是互人生命的。马可互人注意到讲，两个互人称作王的人，因所办的宴席有大的无共款。咱先来看第21章中，21节中，希律王的宴席。希律王伊所备办的宴席，虽然讲桌顶有真侪真好食的食物，有好啉的酒。有足侪有权势的人，伊的朋友拢来坐即个桌来食遮个物，但是看起来足欢喜的中面，煞无一个好的结果。当即个宴席办到最后了后，最后一个出的菜是啥物？大家拢知影，拄仔经文有读到，是惊洗礼约翰的头壳，正做一个菜。放伫桌顶，这是互咱看到偌恐怖的场面。一个互人欢喜的宴席，煞来桌顶放的煞是死亡，煞是一个异人伫遐流血。咱都看到另外一个第34节开始的宴席，主耶稣伫旷野的宴席，这个宴席的地点非常的特别。是伫一个无啥物物件的旷野，伫遐无啥物食物，无你要找那个店来买物件嘛无，遐是旷野，无一个卖所在的商店，你嘛无可能伫遐讲会当有树仔会当挽水果，嘛将无伤侪动物会当来杀来食。总是讲伫旷野中，是一个生命真无的所在，是一个资源足欠缺的所在。通常咱袂找遮个所在来办宴席，你袂想要伫遮办桌。就亲像咱要办桌的时阵，咱袂走到山区遐完全无省份、无店家的所在来办桌，因为你买物件无方便啊，你要款食的拢无方便。你嘛袂走到海边那个海边无人管理的所在，讲我真要伫遮办桌，食的物件要对倒来，可能风景是真水，但是总是就是无遐多款食物。但是今仔日伫旷野有5000人对耶稣对到旷野，要听伊讲话。这时阵日头开始要落去啊！天要黑暗啊！逐个巴肚开始枵啊！毋知影要去倒位会当找着食的物件。即时耶稣的手头
当有5块饼、2尾鱼，真正是无够。但少个物件尔，5000人要食互饱，还有可能？迄时阵的学生嘛感觉这无啥可能啊。耶稣讲款互因食饱，学生讲啊，拜托诶，5块饼、2尾鱼，还有可能啊？因心内想讲，一定无遐多，一定做袂到，所以因口劝耶稣讲，种较紧诶，互众人较紧四散，互因离开。伫旷野就是无物件通食，较紧诶去别个所在，可能伫天完全黑暗进前，因都会当找着有通食诶、有通休息诶所在。但是最后发生诶代志，大家拢诚清楚。耶稣将饼掰互开，对天作谢了后，开始分落去了后，5000人全部拢食饱，并且不只是拢食饱，都有剩到会当装满12个篮仔。马可将这两个故事拢放伫第6章，就是要互咱注意到讲，这两个故事中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这两个故事所表明的，一个是这个世界的权势，这个世界的国度对于权势的看法；另外一个是上帝的国，伊所带来的画面，甲伊真正的权柄。上帝伫遮要甲咱挑战讲，咱对权柄的看法，真正是对上帝的国，还是对世间的权柄？对遮咱倒来看。希律王伊所备办的宴席，是伫王宫，一个足水的所在，并且迄个桌顶真侪的食物，好食的食物，互人食了会饱足，都有好啉的酒，真正是想讲咱今仔日咧看电视的时阵，迄做有钱的人，也是做王的人，因所办的宴席就是安尼，水都美好都丰盛，但是希律王的宴席，煞只有外表是安尼尔，地点真好，款的物件真好，但是人就是毋对。咱期待的看到一个做君王的人，伊所办的宴席，也是真丰盛，互遮个人拢得到快乐，得到满足的。但是咱看到希律王这个宴席到最后，咱是看到一个假王，有假王做出愚王的代志。为什么讲希律王是假王呢？伊虽然互人真做一个王，称做一个王，但是含伊的王位拢是假的，因为罗马帝国根本就无承认伊是一个王，无像伊老爸有互罗马封做一个会当统治以色列的国王。罗马根本无互伊即个地位，伊无互人封做一个以色列国王，伊当统治家己尔，并且伊感觉伊家己手头有权力，会当决定别人的命运，会当抢取伊家己的物件，互伊所介意的人。但是，咱看到是即个宴席中，伊互人看到的是软弱，是无法度做决定，无法度对任何代志做出决定。就亲像伊虽然无介意行色列的约翰，但是伊真正无想要去杀一个，互大家认为是先知的人。伊无想要取伊的性命，但是当伊啉酒醉了后，当伊食饱了后，伊煞无去迄个约束家己的困难，随便的对伊的查某囡仔就讲：你爱啥物，我拢应允你。互家己的意愿，互别人所控制，并且互家己陷落伫找到底的网络中，节目中，互找到底会当来对伊所应允的代志，来害死加西列的约翰。伫希律王伊食酒醉的时，
伊对伊个查某囡仔讲：你爱啥物拢会当。伊个弟就掠着即个机会，伊就希律王讲：你着爱将加西个约翰杀死。面对遮个代志的时阵，希律王的表现是安怎？做一个国王的人，伊应该互别人挑战吗？伊袂当家己做决定吗？但是伊真正无法度做决定。伊当想讲，伊的面子挂袂掉，伊袂当写伊的面子。虽然伊无愿意安尼做，但是当伊太太的继母安尼做的时阵，伊顾惜伊的面子，伊只好将惊死的约翰杀死，互即个异人的血留伫家己的身躯，互即个上帝所拣选的先知，因为家己的愚妄害死。所以，咱讲希律是一个虚假的王，不只是讲伊的王的名分毋是真的，都是伊的行为真正无亲像一个做王的人。伊不只是无法度来掌管别人的命运，并且和家己的命运，伊嘛无法度掌管。伊身边的人，无一个人尊敬伊，对伊的人，当想要甲伊陷害，当想要取伊的利益。当想要掠掉伊拢食的所在，并且伊甚至和伊家己嘛无法度来做伊家己的主宰。伊的意念互别人所控制，别人毋茫讲伊去害死别人，伊会当照伊太太的意愿去做。安尼一个无法度决定别人的命运。无法度决定家己的命运的人，伊算啥物君王？并且，搁较可怜的是，互伊害死的加西的约翰，反倒比伊都较有权势。加西的约翰虽然是死伫伊的手中，但是伊是愿意家己来跟对上帝来赢制即个命运。伊甘愿顺服上帝来宣扬真理。甘愿来拄着遮个苦难，以家己的意念来跟对上帝的道路，并且伊死了后，伊的门徒犹原跟对伊，替伊办理后面的代志。但是伫迄时阵，有人尊敬希律王吗？无。伫今日有人尊敬伊吗？嘛无。对以前到今日，都无人尊敬即个虚假的王。伫旷野中，另外一个宴席，耶稣所备办的宴席，煞有5000个人跟对耶稣。这5000个人，当是要听耶稣的话，就一路对耶稣对到旷野，并且伫即个旷野，即个无生命的所在。看起来当有妖恶的所在，但是伫遮，耶稣煞用五块饼2尾鱼，互5000人拢会当食饱，互5000人拢会当得到生命。亲像上帝伫出埃及的时阵，伫旷野的时阵，上帝嘛共款用吗哪，互遐个跟对伊的一切人拢得到生命。所以咱看到即两个宴席中，希律王的宴席只有黑暗甲死亡，但是伫耶稣的宴席，咱看到的是快乐甲丰盛。这5000人跟对耶稣的人，因不只是有听到耶稣的福音，伫信仰中有得到造就，并且耶稣嘛，互因伫肉体顶面。因的妖恶得到饱足，因的肉体嘛得到食物。安尼看来，一个无法度决定命运的人，无法度带来生命的王；另外一个是会当带来生命的王。啥物人才是真正有权柄的君王？对安尼，咱看到耶稣是真正会当带来生命的主宰。真正会当互人生命改变别人命运的君王。当人伫旷野找着耶稣的时阵，
本来是无生命的旷野，竟煞变做有丰盛生命的所在。当耶稣互人钉十字架的时阵，当死亡感觉伊掠着耶稣的时阵，发生啥物代志啊？伫十字架顶，耶稣真正互死亡所赢过吗？大家拢知影，无。耶稣反倒伫十字架顶，成做一个真正的王。伊伫十字架顶，迄个牌仔讲伊是犹太人的王。迄时阵的人感觉因在取笑耶稣，煞无想到因讲出遮个话的时阵，因在承认讲，这真正是一个君王。耶稣伫十字架顶做一个君王的时阵，伊不只是一个世间做王，伊甚至是死亡伫即个时阵降服伫伊的面前。死亡伫伊的面前失去伊的权势，无法度倒有权势来控制人的生命。耶稣用伊的死赢过死亡，并且伊对死人中搁活。到今日，死亡倒有权势啊无？死亡倒会当互咱惊吓啊无？倒会当互咱真正是规工惊死、惊黑暗无？耶稣已经赢过这一切，伊是对死人中搁活的主。伊是永远的主宰，所以咱所相信的主，伊不只是互天顶万物降服伫伊面前的主宰，并且伊是会当赢过死亡，主咱会当对死亡中有搁活生命的主。咱捌宣认讲安尼，这是咱的信仰。咱相信的是一个对死人中搁活的主，并且咱愿有即个望，有一天，咱嘛会甲耶稣共款，对死人中搁活。安尼，咱就爱相信，咱所信的耶稣已经赢过即个世界，并且伫今日，伊永远要赢过即个世界。对，即个世界，伊想要甲咱讲，无，即个世界有权势，是遐手头有权力的人。是迄个有军队的人，会当使用暴力的人。世界想要互咱知影讲，当手头有力的人，伊会当做所有的决定，因做的歹的行为，袂受着别人的主动。世界想要互咱承认讲，咱对抗伊是无路用的，咱反对伊是无路用的，因为因的权利就是正义。因的权利就是真理，无力的、软弱的人，当会当互伊所压迫，无法度反抗伊。但是耶稣的福音，甲咱讲，代志绝对毋是安尼，代志绝对毋是安尼。世界想要互咱承认讲，咱无法度反抗；世界想要欺骗咱讲，这个世界真理就是安尼。歹人永远会徛了悬悬，好人永远拢伫涂骹。伊要互咱感觉是安尼，但是绝对毋是。伫过去，中南美洲有一个叫做萨尔瓦多的国家，伫遮可能大家对伊的印象，都有伊甲台湾断交尔呀，就是断交，去称捌互台湾足无欢喜的国家。但是就伫即个国家，伫过去教会伫遮有一个祖水，嘛真正互人足悲伤的见证。即个见证是迄时阵伫萨尔瓦多，天主教有派一个大主教，叫做罗美洛大主教。伊本来是一个立场非常保守的人。伊本来是感觉讲，做一个神职人员，无应该来反抗政府，无应该来徛街头，无应该来抗争。但是当有一届，伊上好的朋友，因为为人民出声，煞互政府所暗杀，并且伊去找政府讲爱调查即个代志的时阵。政府完全无要插伊，到即时，伊发现讲，
伊应该爱改变伊的做法，应该爱起来讲正确的话，所以伊改变伊的立场，伊伫伊的日记中安尼写：一边是有权势的，一边是送乡的弱势的民众。身负应该爱徛伫什物人的身边，我内心无任何的疑问。身负一定爱甲人民徛做伙，所以伊开始来讲政府无公义的代志。对国际真侪人讲，萨尔瓦多的政府做毋对啊，因对伊的人民无好，惊真侪无公义的代志。即个军人的政府是做腐败的，因为罗美洛伊做一个大主教，伊的影响力真大，所以政府后来开始惊啊，因为伊讲的话有人要听，有人要对，所以政府来讲，你袂当再讲话啊！你若是继续讲，我要将你杀死。但是啊，虽然政府安尼甲伊讲，你袂当再讲，伊嘛是坚持讲，伊一定爱为遮个人民继续讲话。继续将无公义的代志做狠狠爱改变，所以最后政府做一个决定，要将伊除去。有一届伊伫病院要做礼拜的时阵，因叫做弥撒。伫礼拜中，政府直接派人来将伊弹死。伊徛伫讲台，用圣弹直接倒伫涂骹，直接死伫遐。政府一个礼拜中，两个枪手直接冲入来，就将伊杀死啊！并且到最后，伊死了后，伊的告别式中，政府都派人来，有参与的人，伊则开枪弹40人死伫遐。故事讲到遮，咱只感觉讲，政府到时讲伊要做啥物代志拢会当。伊要做啥物黑暗的代志拢会当，一个好人，一个公义的人，煞互伊取去性命。但是啊，当即个主角罗美洛伊在那个宣教以前2礼拜，伊有讲一句话是安尼，伊有对媒体讲，虽然拄着死亡的威胁，我一定爱甲你讲，做一个基督徒，我无相信无过我的死亡。做一个基督徒，我无相信无过我的死亡。也是政府将我杀死，我将来会伫萨尔瓦多的人民中过活。伊伫受害进前的2礼拜安尼讲。到今日，每一年伊过生的日子，萨尔瓦多的人民犹原在纪念伊，到伊的坟墓前献花，纪念伊捌为遮的人民出声。但是迄个军人的政府到今日一定无伫啊，因的权势完全无去啊，无一个人都要军队用啊。虽然进度较慢，但是对4年前开始，萨尔瓦多嘛开始转型正义，政府开始来审判跟调查迄军人政府因伫统治时间所犯的毋对的代志，甲因的邪恶的代志。所以虽然讲有时阵咱看到黑暗，到时迄真清。到时天光的日子，无一天会来。到时有时阵歹人在黑白做的时阵，拢无互人主动。但是咱看上帝的作为，遐会做歹的人，因的权势，总有一天会结束。有对一个帝国会当活过1000年，到今日，犹原无拄着上帝的审判。有倒一个君王，伊的权势永远徛起，到今日有吗？
遐个捌做歹诶人，遐个捌压迫教会诶人，遐个宣扬讲家己真有权势诶人，遐个邪恶诶统治者，有倒一位到今日伊犹原徛起诶？就亲像纳粹好了，伊杀死600外人，600外个犹太人，到今日纳粹都伫诶吗？伊讲伊诶帝国爱有千几年诶，叫做千年帝国，但是上帝互伊几年尔，12年，12年，即个帝国伊诶权势，伊诶一切都无啊！上帝无容允伊继续存在，所以咱看到基督诶国度，反倒是永远袂改变。咱看到基督诶权威，伊诶权柄永远无改变。伫今日诶故事中，咱看到诶虽然是一个旷野，但是一个无生命诶旷野。当主耶稣诶恩典临到诶时阵，即个无生命诶所在，煞变做是丰盛，阁有春。到遐奇妙诶时，这伟大诶奇妙诶生业，是对少少诶五块饼、2尾鱼开始。人看了少，看了无计带诶物件。耶稣诶恩典是对这细细诶物开始诶，所以咱对这咱着爱相信。虽然咱伫即个世界中，咱都有看到真侪邪恶诶代志，真侪毋对诶代志，但咱爱记得，耶稣是会当反转这一切诶主宰，他会当来帮助咱下过这一切诶困难，互绝望变做毋望诶主。就亲像伊伫旷野诶时阵，无通食诶时阵，伊会当用5块饼、2尾鱼，互食诶人一直分袂了，分到最后倒有剩。所以咱诶日子嘛是安尼。当咱为着主诶名，咱勇敢去做代志诶时阵，总是咱为主诶工，咱不断诶付出，也是讲做到最后，感觉真困难，做袂落，咱嘛毋免烦恼，因为主捌安尼讲过，伊捌对门徒讲过，讲恁着尽量互遐个人有需要诶人食饱。今日共款诶话嘛对咱讲，互遐有需要诶人食饱，祝福遐个有需要诶人，因诶欠缺去甲因补满，毋免惊，毋免惊无够用，因为主诶恩典是你哪用哪有够，你哪用诶哪济，永远拢用袂了诶恩典。所以，咱也是真正跟对主，伊诶丰盛，伊诶资源，是咱想象袂到诶。咱永远会当倚靠上帝来徛起诶。咱三更鸭头来祈祷。至圣诶上帝，你诶慈爱永远甲阮伫地，纵是即个世界黑暗诶时，你诶应允犹原无相离。主啊，你捌应允倚靠你诶人，虽然得到烧热诶时阵，犹原会当结果子无煞。主啊，愿你继续带领阮，伫即个世界做你诶见证，行公义，帮助有需要诶人，互即个世界体会到你诶国度甲荣耀。祈祷拢是奉主诶名求，阿门。请掀开周报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独独见若啉我所要互伊的水的，永远袂喙干，因为我所互伊的水，要伫伊的面内面诚侪水泉，直直冲起来到永远外。约翰福音14章14节。独独见若啉我所要互伊的水的，永远袂喙干，因为我所互伊的水，要伫伊的内面诚侪水泉，直直冲起来到永远外。约翰福音4章14节。
三角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154首，154首，请起立。请坐。月献，请国贤长老、淑芬长老、中正长老来负责月献。奉献，请博雅执事、松瑞执事、中会长老、穗芬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
请坐。请看周报122页消息报告。第4点，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新朋友欢迎会，请新朋友留步来参加。会后要召开中级会、甲中级读组、小组、甲小会。第5点，本教会社区照顾据点征求兼职的餐饮人员甲餐食的志工，有意爱的请来找牧师。然后集体关怀第2点，本教会圣歌队指挥詹怡佳老师以及所带领的会尾艺术合唱团，伫5月初1拜六下晡2点半要伫国家音乐厅演奏厅演出我们终将克服演唱会，欢迎买票前往来欣赏。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请中一订正。周间聚会甲后周圣工侍奉者，请家己来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来，咱来为着咱的集体来祈祷，互咱继续为着准先兄来祈祷。伊即马人有较好势，伫普通的病房，总是因为即马病院拢有迄个探访的规定，所以伊一工敢若有一个时间，一工敢若会当稳准2个人入去。吼，所以咱请咱为着伊祈祷，咱免记得讲要去探访伊，吼，咱就为着伊祈祷。吼，咱嘛为着你处理疗养的兄弟姊妹，幼春姐、蔡珠姐、明珠姐、水明兄、邓妈妈、龚基姐、陈其雄长老、春文兄、阿秀姐、素梅姐、怡礼、慧玲姐、方梅姐、志金姐、庆和兄、谢丁兄、明理姐、富美姐、阿菊姐、阿秀姐。各元兄、东荣兄、李雀老师、甲何姐来祈祷，互咱嘛继续为着咱的台湾的欠水，为着咱的遮的同胞，吼，伫太鲁阁号受难的遮的同胞，因的家族，吼，受伤的遮的人来祈祷。咱嘛为着世界，也有真侪所在伫疫情真严重的所在，吼，咱嘛为着因祈祷。咱开喙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咱的台湾，为着咱的世界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有你的话通尊叹。主，恳求你的话就进入阮的内心，做阮的帮衬。虽然伫即个世界，阮真恶劣来跟缀你的脚步，总是主恳求你，就互阮有勇壮的心智，互阮会当倚靠你，互阮无惊吓。虽然阮活甲即个世界其他的人无共款，总是主阮相信你搁来时，你要称呼阮是好搁尽忠的奴仆。主，恳求你帮助引带，互阮兄弟姊妹会当努力伫行天路即段路的路程，互阮会当尽力努力。主，阮也恳求你保守阮的兄弟姊妹有身躯欠安的准先兄，阮恳求上帝你来看顾伊，帮助伊，互伊紧紧来恢复健康。主，也真济伫厝里疗养兄弟姊妹，也恳求你赏赐互因信心，互因会当知上帝你甲因同在，也保守因厝内的人，互因有健康的身体，会当来照顾因所疼的亲人。阮也为着阮教会事工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伫顶礼拜的国外节，阮会当伫上山火车头的头前，阮有接触真济的遮过路的遮人，恳求你的福音就进入因的内心，成做因国外的愿望，帮助因，互因虽然伫世界所看见、所听见的拢是黑暗，总是主你的福音要进入因的内心，成做迄个光。阮也恳求你保守阮的台湾，伫礼拜一礼拜进前，阮有拄着阮的太鲁阁号的安尼一个失事，主恳求你保守，互帮助，互遮个厝内有过身的人的遮个家庭，安慰因，帮助因，也帮助遮个搁伫病院疗伤的遮个同胞，互因紧紧来恢复健康。主，虽然阮真无爱看见安尼一个灾难，
总是主，恳求你，互阮伫灾难中间，也会当三体替遮的同胞来祈祷。主，阮也要为着世界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即个世界。阮看见伫即个世界有真济所在，要伫无自由、无人权的所在。主，恳求你的怜悯帮赞，也帮赞即个所在。阮即个世界有真济国家要伫疫情非常严重的中间，恳求你的怜悯。阮也要为着阮台湾的欠水来祈祷，恳求主怜悯阮中南部的遮个同胞，恳求你赏赐雨水，帮助阮。主，恳求你帮助，互阮伫即个祈祷的中间，阮毋若是替阮家己祈祷，阮也会晓替阮的朋友、替遮还未信主的人，也是替阮四周围有需要的人，也是替阮的国家、替阮的世界祈祷。因为阮相信，你赏赐互阮有安尼的权柄，毋是互阮干那领受恩典，也互阮会当付出疼，伫祈祷中间来纪念遮需要你的人。恳求你保守阮未来一礼拜的脚步，互阮所行、所讲、所想，拢会当合伫主你的旨意。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念圣诗，圣诗402首，圣诗402首。吟诗后，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